洋洋，给阿妈抱喽。这个是我孙子，来，可爱的。大家好。9公斤嘛。他这一次有长高哈，他的那个之前那个一层一层很明显了。现在比较拉撑的感觉。对呀。来叫阿妈，叫阿公。顺了，来。阿公。爸爸，宝贝。不要，耶，他不要给你抱了。进来吗？啊，姐姐们早安！早安！来，我们先看你的。好。来。我在后面，我在后面。我觉得很快乐啊！我就每次看到那个美惠老师跳舞的时候，在前面就那个 power， 不想要跳也会想要跳，因为他觉得很有活力的样子。Nama saya Ninik, saya berasal dari Indonesia, Jawa Timur. Saya sudah datang ke Taiwan selama 18 tahun. Dan saya tinggal di Miaoli. Membuka salon kecantikan dan saya juga mengajar tari。我常常会一开始来的时候，迄田爱丽头腔啊好，田爱丽头腔啊好的时候，爱丽头就跳客家舞是啦吼，多元化的舞曲舞出的啦。才女懂会跳舞，伊比爱丽头还会跳，因为伊有后生，个活力吼比爱丽头还有。1、2、3、4。我听片咧人全部迄粒不分三期的，所以我有记忆就是客家腔的姊妹一样啦，逐早晨就向下练，向下磨练个舞蹈组出的啦。1、2、3、4，下。1、2。因为我以前是住附近嘛，然后刚好走路的时候看到他们在这里在练舞，然后我就进去一下，然后他们就来啊来啊来啊，跳一下也没关系。因为那时候是晚上，他们有几个都在跳肚皮舞那一些，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每天早上就跟他们一起跳舞，这样子就认识他们。再来，1、2、3，完成了。这个我们可以表演的话，可以靠近，然后就是这样子，全部就这样。对，来，进步这样。对呀，腰啦，要被按腰啦。他们都很友善。那时候我开店啊，他们还全部都来。然后他们那一次好像刚去表演这样子回来这样。对对，还有照片，对啊，他们都很热情。印尼的독도要講客家嘅，係啊。伊做無迄幾隻講印尼無幾隻種嘅啊，那印是咧印尼獨都要講客家。有啊，安杰西，安杰西，安讲，来安讲，王座，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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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我只弄煎蛋给你吃，等下再帮你切水果。这个是我老公，那他每天早上都会煮咖啡，因为我们早上比较简单，就大概吃水果、喝咖啡。咖啡好了，再小心哦，阿东。好，你拿过去啊。我每天都会喝1到2杯，有时候比较早没有喝，我就还是外面会喝。以前刚嫁来都天天帮我煮菜，现在拜托你弄个早餐好吗？因为以前就是我早上都没事啊，所以我都会他下来我就会弄给他。啊，现在我早上有上课嘛，所以就是他就自己来啊，自己泡咖啡。我好像再剪一个给他吃，太少。我结婚10年了，就是缘分吧。我也27岁了，再不结不知道还找不到老公。有时候就是吃水果、喝咖啡，不一定每天会煎。这是假装的，不要被这个美景欺骗，很多都是谎言，不要以为是实话。那因为他也很忙，有时候很早就出门了。以前就做人力中介啊，我刚好接了一个台湾的病人，需要一个看护。我到台北接他回来的，接到我的客人那里上班啦，都是这样认识的。他真的很乖啦，他也很肯做啦，他很有礼貌啦，也很有上进心啦，所以就决定把我嫁给他了。怎么办？你嫁给我？对啊。我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就是拍婚纱的，这是在室内拍的。其实他拍的其实真的是还蛮帅的啊。他其实看起来就是大我20岁，可是他还是看起来比较年轻。哪有多少是20岁，没有50岁多啊？这个其实我们在台中拍的，就是新式庄园。那时候是我真的是还蛮瘦，想想看真的还蛮瘦的。结婚其实也是一种赌，是不是？你也不知道，你没有跟他相处过，然后更何况那时候他也是有儿子嘛。不管那时候就想说我人那么好，我跟谁相处都还不错，我是觉得我应该可以 cover 一个家庭。对啊，是后来他就是离婚嘛，然后就跟我说要追究我。刚开始也有一点尴尬，我想说我们差那么多岁，就是在台湾一起工作这样子，也没有什么认识男生，就觉得有一个男人这样子在这里保护你，然后觉得你会有很安全感。过去给他盖章，就会吃到前面的时候。可能我很早就是爸爸都不在，所以印象很深刻。应该是就是台湾的男人比较体贴，然后很有责任感，就是这样子开始慢慢培养感情。他还蛮浪漫，然后他就是有一些男生都不敢表达他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在就是房间的时候会说我爱你，可是在外面或是我们就是聊天这样就不会说。可是我们是说。他也常常会说你爱我吗？然后或是打电话的时候，一起打电话，你想我了是吗？我就会就是有那种那个话题啊。我来自印尼东爪哇Ponorogo省。我家里有我妈妈，然后我哥哥、我弟弟还有我姐姐。我妈妈一个人就是养我们4个小孩，所以那时候爸爸刚离开的时候，最失落感就是没有人可以依靠，因为我哥真的是很会欺负我。然后就是以前有欺负的话会跟爸爸告状，后来就没有人可以告状，后来就是可能从小这样子，自己越来越坚强吧，对。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来台湾？第一个在台湾薪水比较高嘛，然后第二个那时候是想说
我想要读大学，然后想说，去台湾3年，我回去的话应该是可以存不少钱，然后可以去读大学。那时候只是这样想而已。然后后来我姐姐是嫁给英国人，那时候她也是都是去香港，然后认识我姐夫。他是鼓励我往国外去发展，没有鼓励我要嫁给外国人。可是就是缘分就是这样子嘛，以前也没有想过会嫁给台湾人。哎呀。这个是我的就是工作地方，因为我的主业其实基本上是美容美体的，然后就是我今天等一下会有一个客人会来，因为她也是我们印尼的那个姐妹，我好久没看到她了。做脸是基本上他们有固定做脸的话，就是1个月做1次。那刚开始可能他们比较没有做过脸的话，就是保养会比较勤快一点。Hello。你来了。对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哈。对呀。先坐一下，坐一下。香蕉给你。哎呦，好好，你种的吗？对呀。好好哦。先你来。哎呦，好好哎，漂亮。今天你要做脸还是做身体？做脸。3个月嘞，我刚刚有人拿一下，看一下你的那个资料卡。那你没有上班，现在在干嘛？在金主啊，帮忙小孩他们，有时候接客人，很多客人啊。哦，你在大店里啊？对啊。他是印尼客家人，他来台湾20多年了。她是我们印尼的姐妹，也是我的客人。对。年来按摩爱洗毛、休息、享受一下，放轻松。而且你很不错，按摩的很强，做到很好很强。撇位做冇按样按摩都按优秀啊，列位按摩肩膀按好，你做得做看的按好，好舒服，很舒服，辣辣。我其实都做10年了。那时候刚来台湾工作的时候，就想说去学一下，一技之长嘛，就去休假，我老板让我去学美容，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学啊，就是学一学。然后后来我嫁给我先生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应该可以在家里开店，我觉得做美容还不错。然后后来就在家里这样子开工作室。大部分做脸的话，在印尼也有。其实我之前回去的时候也去试试看，在印尼我们当地那边的那个做脸的那个手法，还是台湾的比较好，因为台湾就是很重要是它的服务，对。我来台湾19年了，然后来台湾的时候是做看护，然后就是老人家过世嘛，就换雇主啊，换雇主2次吧，然后就是在最后那个雇主都是带了6、7年，还蛮久的。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就是那个什么，还是有煮给雇主吃啊，他们都会那个什么。会煮饭吗？还是会煮饭啊？他们一定是吃台湾菜嘛，不可能吃印尼的菜，所以我还蛮会煮台湾菜的。
然后其实我老公都还蛮喜欢吃鱼，所以我在每一道菜都会有鱼给他们吃。可是我们家小孩跟他爸爸一样，都是吃新鲜的，隔夜他们都不吃。然后我婆婆那时候也还没有请外劳啊，有时候回去的时候会煮啊，他们全部是个兄弟回来，我都会煮啊。我婆婆很喜欢在家里吃，所以我尽量也是配合她，就在家里煮，因为她觉得在家里都不花钱，然后青菜有时候她以前还有种菜，所以家里都一定有青菜。这个是我儿子，他是老三，他21岁就自己创业的那个菜贩在我们家门口，对啊，你看我买一送四，我嫁给我先生的时候，他有4个小孩，不是买一送4吗？我很厉害吧？我嫁给他的时候，2个双胞胎都一直都跟我们住，从国中嘛，高中毕业，他们创业这样子。这个是我儿子的店，然后他是老幺的，他现在是跟他老婆一起经营这个店，然后以前是开那个火锅店，然后觉得应该把它就是做改变，因为他原本就是学快炒的，然后现在把它弄成有小炒。他们现在工作就那个不一样啊，另外一个休假，另外一个没有休假，然后他们都是做吃的。其实真的，我们现在也可以坐在一起吃饭，真的还蛮难的。这是客人自己去选嘛，像他那个就主要就是吃内用啊，而且他有卖酒啊，我这就是外带的人，不一样啊，取向就不同啊。然后口味上就是也一定不一样啊，因为客人吃习惯就会吃这里嘛，那边的话可能就是大家聚餐去那边吃比较多，如果一个人去买的比较少。现在跟他感情都很好，小孩甚至跟他讲很多事情是跟他讲，不敢跟我讲。对呀、跟他讲完，他才跟我讲，哦，好，我知道了。小孩反而比较敢跟他讲话。你看，年纪是他的比较往上，所以比较有得聊。你要爬上去啦，先生。年纪差太多，就是会多一个可以聊天的对象这样。遇到的很多事情都会跟他讲，不管是任何方面，所以基本上我跟他讲任何事情，他都会帮我跟爸爸讲，或者是他能帮我处理，就会帮我解决。爸爸赚的都是给你们哇，赚那么多。不一样，而且以前钱那么好赚。哎呀，你怎么知道？爸爸自己讲啊，有时候开个便当店就赚到下架这样。应该是说，因为他都儿子嘛，儿子比较会喜欢找女生，因为他一定是会找那个肉会答应的那一个，然后再找大爸爸。就是后来我很多东西就会比较放开嘛，就是会比较松一点。别人送的用到8快9个月应该就没。他现在用什么？邦宝适的。什么 size 啊 ？L 的。住现在就是走啊，我要关门了。这个故事叫什么名字？陈丽萍嘛。陈丽萍对，陈丽萍。你要写。老人家用那个5句啊。好。然后我等下去跟外劳说那个。服务费。那个雇主有讲。
他那一天好像就那个鸡精拿出来，从冰库拿出来泡热水，那个还没有热，他就已经给老人家吃了，然后他就走掉了。然后刚好那个雇主在。你好。因为我觉得每3个月去一次，一方面看看外劳的状况，一方面也是做个客群服务的感觉啊。其实我们去收视就是，可以说就是一种售后服务嘛。好像胖很多。在这里吃好，睡好。有时候外籍移工来台湾一段时间，他有时候不敢跟雇主要求或有什么误会不敢讲，当我们去他会跟我们讲，那我们也从这里了解。跟雇主沟通，看谁有些有误会，我们可以把它聊一聊、讲一讲，然后也让雇主他有什么问题可以吐露给我们，我们也可以纠正他的缺点，也帮忙他们这样子。等一下先雇主。到时候你也听会了。0920，老温小哥就好啊。好啦，我刚做的时候，台湾的外籍移工大概只有24到27万。现在外籍移工有70到75万的人数，都是工厂啦，还有照顾老人家、病人啦这样子。其实每一国都有了，印尼、越南、菲律宾、泰国现在比较少了，因为泰国的那个生活品质往上爬，它的基本工资已经达到1万1了。我们监护工才1万7啊，那还要给雇主我们中介抽个服务费啊，还有体检啊，还有健保啊，他划不来。所以它就比较少，现在大概都是印尼跟越南。1个月，哦，好，这里哈，上一次是这个我拿了吗？这个好拿了哈，2个月，现在是这个。所以我们的服务费这么多年都没有变动啊，这政府规定的啊。第1年1个月1800，第2年1个月1700，第3年第1个月1500，这是国家规定的。4年以后的效期都是1个月1500。印尼、越南、菲律宾、泰国都一样，还有工厂工、那个监护工都嘛一样，都是这样，渔工也一样。监护工的月薪是1万7，工厂工是2万3800，现在的最低基本工资。一样劳健保啊，加班也另计啊，5点以后就是1.33、1.66啊，一样照台湾的劳工的所有的福利这样在跑啊。但是工厂工还要扣2500的住宿费，看护工就是他没有什么住宿跟吃的饭的问题啊，他就是住在家里啊，薪水里面扣除我们的服务费，健保费332块，才是他实际所得。那个等一下。受雇者就是这样子啊，特别好，没有。这样可以啦，就教他，能够配合我们家的习性是就好了。重点是那老人家过来啊。对了。最希望还是说他能够自己，就是能够爬起来，能够自己动。不过你现在就是要用一些器材来辅助他。对，因为老人家长期就使用无嘛较方便，讲来礼拜讲有政府有推动安尼长照的政策，讲我做的有拿到讲多功能的轮椅，听了就很心动想讲做的本老人家好。这我都会由我们来帮你申请。能够帮助我们多少就是多少。泰国之前就有讲，也真的看到老人家他们马上快，讲安尼可能做得拥堵。看有嘛个资讯就会来啦，有啦，新闻有时会看到讲有播嘛个啦实际上我用的成效安尼唔对啊。对。其中间来讲一下，讲用怎样主动啦，安尼怎样，安尼就有利弊，嘿啊。现在就是政府3年有4万块的补助。我常跟客人讲，你给他时间，他只要有尊敬你的病人、老人，他就65、70分。其实我们做儿女，说实在话，我们都做不到了。等你每天把你关在家里24小时，然后呢，1年4季只有休个几天，你也受不了。对，我们站在平均的立场，我是中介，就是外籍移工跟雇主跟病人的桥梁。我们怎么来辅导他，让我们的移工可以帮忙到这个老人家，帮忙到这个家庭，让这移工
可以在台湾安稳的赚到他该有的报酬，让他可以去养他的国外的家人。好，谢谢。好，加油，好。右走，1、2、3、4、5、6、7、8，手上来，转，往前，一排，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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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脚前后。这个是我家的顶楼，我们在这里练舞是因为，我不用出门，我老公比较放心。然后其实姐妹有一些是从三湾的，有一些从竹南。大概2个礼拜，大家都会约跳舞，或是我们有表演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认真一点练习。再跳那个印尼的，好，然后等一下我教他们跳那个沙金的，下屁股扭右，转，往右，上下。我们就是在我们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有办那个舞蹈课程嘛，因为跳舞是很快乐的事情，然后我们尽量就是开舞蹈课程的话，他们也有成果。我们就是会让姐妹们去找个地方表演，或是我们有时候会做爱心去安养院表演。跟这3位是跟最久的，这个是这一次新的学员，因为刚好有一些姐妹，对，她没有啦，她上一次有来了。上课有来了，对，这个3位就是比较久了，对，这个3位就是比较久了，上几天而已。晚上才有时间，晚上我们才有时间。家里，对，我们晚上。假如我们煮饭，婆婆弄好了，家里整理好了，然后时间呢，我们过来去跳舞这样的。我的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要些什么都我家里安排好了，然后我再过来这样。因为那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当媳妇的责任。我係來不同嘅國家哦，不過通道咧都係印尼嫁過來嘅，或越南嫁過來嘅，泰國嫁過來嘅，我就覺得幾多少嫁過來，當有緣分啦，才要咁樣團結起來，感覺安好，大家人就像姊妹咁樣嘅。好，手一个，手一个没关系。这个等一下我们看后面是动作手是这样子哈。好，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往后面开始头转，1、2、3。好，第2个动作这个，1、2、3、4，屁股，1、2，来，对。没关系，他们从来都没有跳过，就会觉得很难啊。刚加入我们的那个团队就觉得我跟不上，那我都是动作会把它改越简单越好，就是比较整齐一点。因为我们每一个国家的那个肤色又不一样，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动作做不来。好，我们一圈加一个头进来，就像跳舞也是一样。单纯的一个就是自己想要运动，喜欢分享我们的那个印尼舞蹈，所以我今年也有搞到了那个尊巴的那个证照，有去救国团教课，然后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要我去教姐妹们舞蹈，那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觉得，这样我觉得很好，对，然后第一个我的生活很充实，第2个就是一样，我的美容没有放弃，我就是这个是我的主业，没有放弃。因为我有考那个美容仪器，然后要练习画视图，因为这个是在考试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今天是练习那个长心脸的，因为它有还蛮多个的，你要记住，然后那一天抽到不知道抽到什么，所以你每一样都要会。
然后画在脸上比较简单啦。model 漂亮，就很简单的画，找皮肤好的。可是画在尺图上，真的有常练，因为你的中青的那个颜色会不一样。我有视障跟美容相关的那个证照，第一个就是丙级嘛，丙级我2014年的时候就考的，然后摩的夫彩妆，还有我有上过那个社会大学的，我是赏那个新娘秘书的，然后这个是第4张证照，这个必须要考的。其实，因为我一直想要，就是也可以开课，不一定是新住民姐妹，或者是台湾人，可能也想要跟我学美容，就是按摩技术啦那一些。如果是考1级的话，你可以收更多学生嘛。台湾人的那个压力比较大，大部分都是身体会比较紧绷。我们印尼的那个压力没有那么大，可是他们还是需要按摩，他们都习惯那个按摩是好像一种像吃饭一样，所以他们一段时间都是会去按摩。然后他们可能身体不舒服，他们不一定会去看医生，他们都会去按摩。还是有融合啊，然后我都是会加一些，就是以前我在印尼的时候学到的一些那个手法。然后就是想说把我们印尼的那个文化，巴厘岛文化带到台湾。像你可能很少看到巴厘岛 SPA 吧，今年也开始会有那个日式按摩，那个是巴厘岛的那个日式按摩，慢慢增加一些我们印尼的一些就是课程，我们这边没有的，就是会感觉客人来这里就是会不一样。然后你可以不用到巴厘岛，你可以得到同样的服务，然后就是很放松的感觉。第4张早安，新的施工有没有看过？来，我到后面咯。大家早安。哦，今天炒米粉啊，我可以炒。对啊，我很会炒米粉，可是这个要先泡水，没有先泡水再炒最好吃。我今天是来那个彩虹之家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因为我们这个是每一个礼拜3都会供餐给老人家吃，然后我们都是会在这边煮，然后等一下会去老人家那边去给他们吃。那今天因为拜拜，我们煮的比较少，平常我们都是会煮比较多，就是大概4菜1汤啊，就是有弄肉啊、弄青菜啊，还有蛋啊那一些。那今天是因为中元节，所以我们就是怕老人家来的人很少，食物就是尽量就要吃完嘛，所以我们今天只有炒个米粉，然后弄一个丝瓜汤，对。就放到当主可好了。要那个盖起来了，要保鲜膜盖起来。好，对啊，用保鲜膜盖起来。保鲜膜，这个给我。然后今天来的姐妹也比较少，正常的话也是有5、6个人啦。哎呀。好喽。好啊，你坐我的车。老师的车。哎。好，我们先过去啊。我们供餐是给独居老人。然后就是每一次都是不同的市区，都是在这附近的。他要啦，他有时候会那个，来看鼻音，我去给他5个。没关
关系，他也要来签名的帮你。对，不能说话，才比较准。看一下，因为我有时间，那这个就是他们也是长辈一样嘛。其实想想看，现在我也是在台湾，是不是？啊，我妈妈如果是没有人照顾的话，也会有人关怀嘛。有时候我们这样子看老人是，他们觉得有人跟他聊天，然后觉得很温馨。他有时候就是像我们自己会招姐妹，可是他是老人家，就是也没有办法走远。那我们去看他的时候，老人就还是喜欢看到年轻人嘛，看到年轻人他就觉得，哎，又变年轻了，然后他们就会可以讲他的儿子啦，或是他的那个什么孙啊，或是他以前年轻的时候，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就是听听他说话，就这样子，其实他们都很快乐。理事长今天没什么人，所以那个，哎呀，对啊，这样子反正就今天说，今天没有炒菜啊。对呀。这今天这炒米粉就是怕有人还跑来，我们是给人家吃，没有啊就是工作人员自己吃。我们这个我要免，现在我要免洗菜免洗啊，我。就是贾先生看比较久了，比较久，按那间接认识，然后就说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这一参加就很多年了，他们就自己吃了，我们一起吃。好，谢谢。他们漂洋过海来到台湾，路费大概占了1/3强，那接着是越南籍，在印尼籍，那这3个族群是目前苗栗县最大的族群。那头份地区的话，目前新住民的话大概有2000多人，2000个家庭了，大部分都是经济环境。占多数。我们说以10年前来讲，印尼为例的话，他们一个月薪水大概在2000块，最多只有2000块上下。那时候我们这边基本工资就已经2万块，等于我们这边一个月的话，到印尼到柬埔寨、到越南偏乡地区的话，大概可以请10个工人，8成都是因为经济不好才愿意，然后漂洋过海来台湾。吃好了。煮鱼汤，然后再煮牛肉，然后再煮。那你有准备2个青菜？我昨天有去市场，买鸡肉，我昨天买鸡肉，买豆腐，然后买那个买去马来。对呀。这里可以走。我喜欢走这里，我常常那里是仁爱路啊。这是我的故乡，真的吗？我从小时候都在这里找叔叔叔叔啊。我知道，还有那个，嘿。妈。妈，这个是我婆婆的家，刚好义工没有出来。那个我婆婆，我已经跟她约好了，今天晚上会回来吃饭。我们2哥还有大哥也会回来吃饭。那我等一下也会煮鱼汤，还有牛肉，然后我们的那个我婆婆的那个看护也会帮忙煮饭。嗨，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我妈妈的那个看护。他今天帮我做菜。对，这个你等下帮我切。好，帮我切。等一下我会煮。好。然后那个鱼我看一下，应该是快解冻，这个应该是可以切了。他来台湾有7年多了，8年多，因为以前在别的雇主老人家过世，然后再转到我们这边，然后他原本在那里也会煮饭。可是每一个家庭的那个口味不一样。刚开始来我们家也是，煮太咸了，婆婆就吃太咸，我们就是慢慢教她，就是不要放太多盐巴啦，或是酱油不要放太多。然后我婆婆吃比较清淡，大部分都是就是烫青菜，或是早上都会喝果汁，夏天。对啊。鸡肉我要用，那个鸡肉等一下我要用那个姜。好，我喜欢吃鱼。然后青菜，
炸的东西都不喜欢。也不会骂啦，不会骂，也是跟我讲话而已。说不要就带鲜，刚刚好就好，不要带鲜，也不要带甜，不要带油这样。他们常常来这边，就全部都会来看阿妈的买东西啊，买水果啊，买什么，我们要什么都他会好。我到前面看一下，好吗？来，妈，二哥，大哥有吗？啊，这个是我婆婆，然后这个是我们二哥，然后大哥。我婆婆如果是我们礼拜天没有预约的话，那个她是已经被其他的接走了。对呀，要先预约哦。对啊，我们上个月刚去宜兰玩，全家去玩2个晚上。一个晚上，你跟谁去2晚上？一个晚上对，一个晚上。你第2个晚上跟谁睡？俺就感觉俺露台吼，眼光一好。哎呦。就看到一条什么东江。哎呦，好会讲话。东江，跟俺第一想法咩？东江，讲个缘分啦，缘分较要紧啦，跟按缘为到俩吼，真有缘分啦。他同意就好了。妈妈说，你也管不了。你那么帅，需要娶外国人吗？你有病了，真的。也没有什么反对啦，我说台湾这么多女孩，你怎么要娶得这么远？要回娘家也很麻烦，就这样子啦。哎呀，妈妈以前是觉得她儿子好像不需要娶外国人，我说我娶又不是你娶，她跟我讲，你娶我不出钱，我说我娶10个你都不用出钱，你等着看。哎，青菜。妮妮也常常回来，她都打电话说，妈妈我要回去吃饭，我都叫那个外劳煮，妮妮都回来这边，我们都一起在这边煮装饭。对呀，她老公没有回来，她也会回来。女儿每天帮你下饭哦。好。她很会煮啊，她常常回来，她要下去煮啊。她上一次也煮那个，她印尼的料理，我不敢煮。太辣。太辣了吗？不是太辣，它颜色不大一样。哦，那个千层糕吧，是不是？千层糕，绿色。对，妈妈做那个千层糕啊，是绿色，它是那个香兰叶的那个做法。妈妈可能认为那个是加色素，因为妈妈比较喜欢吃天然的。顶下落台交卡吼，因为过变动图啦，去动影城、动上赚钱，啊对眼家己入要动用心啦，哦，基金呢就赚得快眼嘛，所以这正经都有。在吃东西啊？对啊。洋洋，他们那天在家里啊。还烫烫的哈，妈妈还烫烫，不要那么快了。这边。来。要帮吗？这样几个月？还想那么久？8个月。应该是说，我也还蛮喜欢小孩子吧，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我的印象，我堂弟都是我帮他带大的。我们以前就是比较大家庭这样子，然后谁有空就谁帮忙带。对。所以这个是双胞胎小的。这个是双胞胎小的，我刚嫁给我先生的时候，他这边有一个齿。有啊，这里啊。哎呀，有啊，另外一个没有啊。哎呀，那时候就这样，那个，好玩呢。怀孕哦，没有啦，就一直都没有啊。然后中间我自己有去检查是没有问题，后来就可能老爹也还没给我吧。对。我不反对啊，但是没有我，当然认真讲，我不一定要生，我有4个儿子，我不一定想的。但是我们不反对啊，就是很自然啊。这种事情很奇怪，当你不要的时候就很快有，当你想要有不一定会有，这就很奥妙的一个事实。那时候就是知道怀孕的时候，很开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没有想到，真的完全没有想到。然后后来那个就是
刚开始检查的时候没有心跳，然后后来到别的医院，有看到心跳，隔了1个月去检查 ，OK 没有问题。后来在1个月看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对，这个是最后的那个拍照。行，因为我一直都很坚强，然后也没有生病。那时候是我老公在他不照顾我。然后后来我是休息了快1个月，刚好那时候有拜拜，因为我们拜拜都去大哥家嘛，然后再跟他们讲说，那个就是我跟我婆婆前几天在跟她说我流产这样子，睫毛掉下来，也很可惜啊，我也想她生一个哈，也有伴呐哈。她这么远嫁过来，我们同样是女生呐哈，同理心呐哈。我是1个礼拜后再跟我妈妈讲说我流产了，因为她最想我怀孕了这样子，我妈妈都不敢说什么，因为他认为我一定是很难过，所以那时候过年，他也不敢给我打电话。至少，我这2个双胞胎，就像我小孩一样，对。其实我觉得，因为刚来台湾的时候，很多东西不知道。因为我以前是来台湾是单纯的一个工作而已，然后结婚的时候也没有想说我会开店，就是美容各方面的，以前也没有想过会学美容。就是我已经也拿到台湾身份证了嘛，还是会想要留在台湾呢，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就是，你老的时候你也是。这边的医疗比较好，第一点，然后第2点是我老公在这里，所以我还是在这。其实他从我嫁给他到现在，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爸爸，好男人啊。平常就是像我回来，有时候都还是会亲他一下这样子。对啊，对啊，或是他要出门的时候，还没给我抱来吧。对啊，这样就 OK 啦。Nama saya Ninik, saya warga negara Indonesia. Sekarang saya warga negara Taiwan. Terima kasih Taiwan untuk semuanya. 我爱台湾，更爱我的家人。妮妮，你的加入让我们的欢笑声不断，而且也让我们家里增加了很多的趣味。妮妮，你的努力，家人都看到了，希望你继续努力，加油加油！我们以你为荣。赞！根本让我无来上课，很难死哦。6個水田應該天天要來啊！聽講年年要來啊！山哦。你要搞埋啲嚟挑你們年啲就會1年舞、印度舞啊，唔好難死哦。好，耶！